后来有关这个金华城的弊案，议员游淑慧提出着一份上新的资料来指控，讲早年的监察委员刘德芬提出用积率应该是560%进前，当时的台北市长郭文哲都已经插手着金华城的用积率。讲当时这个郭文哲只是都发局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就望来公告着金华城的用积率，公告进前阁爱去市长室来报告。民众党是来回应讲，这根本就是游淑慧咧为霍良斌市府的无作为来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穿红色的袖衫为受车落车，郭文哲双手封扣起来。目前金华城案获检调第4遍提审，这摆议员阁提出新的证据，指控2000年5月这场市长室的会议记录，讨论的就是金华城用积率的案件。当时记录顶关写，金华城基准用这个依据案，请督法局就当年资料做成行政处分，而且上网络正式公告。在上网络公告进前，宣告市长室会议报告。这个案件放立关3个月，是讲议员这期，今年8月，监察院才提出用积率560%审核意见，太个月，郭文哲就已经这么关心了。参加这一场会议的都发局的同仁，那他的解读是说，就是当时柯市长应该是就是要求说，直接做成560，然后不用经过都委会，包括林周明前局长是拒绝这一个才是。根据专家意见，上网公告究竟哪里做错了？监察委员也是在102年跟104年2次对郝市府提出纠正报告，游淑慧议员现在只是在替郝龙斌转移焦点卸责罢了。当时林秋明并无第3个月来报告，一直到8月18，新京京直接到市府顶前，林秋明都以字条的方式甲送起来，表示新京京的诉求是直接认定金华城用积率560%，反对以都市计划变更的方式处理。市政府未当将责任撒予都委会，以及要求保障楼地板678.91%。都法局回应讲，若是市府直接认定560%，安尼强行的防解说做是为着某米人将规定放予零，建议金华城会当伫都委会审议提出真正意见，本府无适合列入未来都市计划公典方案。民众党替瓜州市长辩护，也毋过议员提出更较侪公文证据，要互检调调查其中到底敢有无正当的道理。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